泛黃嘅舊書皮，帶啲霉味嘅書香，空氣裏沉澱着嘅唔只係微塵，仲可能有離世至親嘅文字痕跡。於是我打開睇咗幾句，呢個係我阿爺嚟噶，佢真係我阿爺嚟噶咁樣。吳敏軒喺4年前走入西環呢間專賣二手書嘅精神書局，尋尋覓覓。咁喺度抄嘅過程裏邊呢，有一本叫《採訪學》。咁我拎咗出嚟，猶豫咗一陣，都係擺翻落去，因為我平時呢中意睇文學多啲。當我再抄其他書櫃嗰陣時，諗下，咦，好似好特別喎。咁於是呢，我又重新去翻嗰個位置呢，再攞翻本書出嚟睇。點知一睇，吳天生個名咁熟嘅，咁我腦海裏邊咧喺度諗，呢個係咪我阿爺嚟嘅咧？我阿爺係做記者嘅，咁佢應該喺嗰個年代有機會寫本書嘅。於是我打開睇咗幾句，我淚流滿面咁樣同老闆王 Sir 講，呢個係我阿爺嚟噶，佢真係我阿爺嚟噶咁樣。就係一場機緣巧合，吳敏軒揾翻爺爺喺50年代出版嘅《全家之寶》。雖然呢個寶當時滯銷，成批被棄置，但事隔多年落入孫仔吳敏軒之手，令佢燃起重新認識自己至親嘅感情。咁所以我就開始同我阿爸去做一個筆錄，係啦，口述筆錄。去記錄翻我阿爺嘅一啲事蹟。我哋家族冇人留低一本我阿爺嘅著作啦。咁但係呢，竟然有愛書人收起咗呢本書，擺咗起碼50年，然之後先至某個原因之下呢嚟咗二手書店。二手書店呢又咁啱俾我發現喎。咁呢個機緣呢，我覺得真係緣分。除咗緣分呢，我已經揾唔到任何嘅解釋。緣分天注定，但造就機緣嘅平台，隨住港鐵西港島線進入咗西環舊區，最後亦敵不過時代嘅變遷。呢度啲書對於書迷嚟講，可以話係無價寶。但呢個寶庫都係敵唔過業主加租，將會喺月底結業。其實就越嚟越難做噶啦，因為睇書嘅人越嚟越少啦，係啊，咁變咗書又出越嚟越多啦，同埋你而家網絡上面咧要買一本書，就算你世界各地都好啦，其實係容易咗嘅。星期日之後，呢間精神書局西環分店就同大家講再見，能夠向大家提供精神食糧，甚至揾翻回憶嘅店鋪，又少一間啦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